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灣向美國採買的 M1A2T 的戰車，喊講是地表上強的戰車，即擺正式投入到聯合防禦的操演。戰車沿着桃園青埔道路前進，引擎聲轟轟叫。這是台灣向美國採購，號稱是地表上強戰車的 M1A2T， 這個擱在公開顯講投入聯合防禦操演。戰車編隊小線通過領航南橋，前往指定的戰術位置。63棟的車身看到真濟，也回應外界過去質疑講戰車傷重，台灣部分的道路架橋會記載袂掉的記錄。國軍一定有它路線雙面的規劃，所以我們不能夠一言以蔽，是說啊 M1 不能過橋啦，還是什麼的，所以他買它沒有用啦。那我們也看到，陸軍最近的話，它還蠻多的一些操演，其實都有去釋出 M1 戰車在過橋上面的一個能耐。學者講，當向戰車的機動部署，將來不是西上路的出發，國軍必須事先掌握道路的跨度、橋的載重、沿路障礙、甲車隊當月的環境，每一條路線都經過嚴格評估甲規劃。這個聯合防禦操演，也若是測試較量的性質，也考驗部隊接到命令後集合。這個由駐地機動前往戰術位置，實際驗證指揮統領、車隊調度甲快速反應的能力。烏營直升機架空戰場，將有了補給的物資送去到指定的位置。因愛無機若陸續的交通未通，後勤要安怎突破？這也可保證了會當用上緊的速度送去到前線，維持黨中部隊作戰的定點。另外，基隆北投的漁港也有相關演訓。港口有幾百的戰車，也個找所在暗號炮兵，要俾後敵軍有機會對基隆停留。面對強軍的威脅，國軍繼續強化戰備。M1A2T 新式的戰車只是戰力建構的第一環節。國軍透過練兵，為8月漢光演習提早暖身，也將新的裝備轉化做保衛國土的戰力。